近日啊，风台花莲落雨，马太安溪放山湖的水势又搁溢出来，土水冲入凤林甲万荣。行政院政务委员桂连成今仔日是搁去花莲视察，要求这安康便桥都要10天来恢复通车。另外，伊嘛宣布讲，凤林甲万荣的受灾户纳入补助的范围。 国军工兵部队继续在花莲凤林镇长桥里清路甲加护整理，佮派出重型消毒车环境清消。结果假日沙头志工也佮出现。从新竹过来的，自行开车过来，能搬多少就搬多少了。我是从彰化来的，去万隆那边，就是帮民宅清淤泥。 进前受风台影响，马太安溪第2摆溢流，因凤林镇长桥里甲万荣乡明利川，政务委员桂连成15去刊载宣布，凤林万荣的受灾户拢达至公库的补助方案。往上还有住户，大概有几户？13到15。13到15。你们把那个精算一下，因为这个要补助，要确定，我们补助有人住的地方。 桂连成也要求公路桥10支台开放马太安溪桥暗港便道的通行，佮支持水利署关键期马太安溪道边600公尺的大爆花。那这土题，我们将来在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们会足够建筑到5公尺的高度。另外一件重点工作就是我们正在进行河道的一个改道，在未来2天会完成。 顶一摆水线公布了后，真紧打2860公尺的临时补花加疏浚工程，互公户乡这摆免受灾。桂连成替水利署叫屈，因为无啥物好怪罪。会加紧这个钢管便桥的这个构建，让钢管便桥在明年1月底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把这个钢管便桥拆除掉。那将来这个水，明年的汛期到来之前，水就可以很顺利的通过这个钢管便桥，然后溢流出去。 金浦市花莲分署上新的监测显示，目前放山湖超到8公顷，储水量已经降到33.7万立方公尺。13新形成的放山湖沙湖也只剩15万立方公尺，拢明显缩小，而且继续溢流，下面河道水位稳定下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